呢一間應該係新開嘅格仔鋪啊！之前就見到佢籌備緊嘅。呢度係 Mad Max Toys， 之前我都有行過嘅。外面 display 呢度咧，全部都係 PSA 鑑定嘅卡片嚟嘅，單價比較高。跟住呢度我哋嚟到 Moon Road， 外面 display 櫃呢度都有好多單卡賣嘅。除咗單卡同埋圓盒之外咧，呢度都有賣啲套組嘅，仲有卡套啊。呢度有夾卡包嘅機台啊，不過睇嚟應該都好難嘅。依家上去2樓，2樓呢度都有夾卡包嘅機台啊，不過睇嚟都係超級難，佢嗰個天地差。個爪同埋卡包嗰個高度，連半包卡都冇，而且呢一度縮到洞口，超難夾。隔離都係一樣嘅。Oh my god！ 超級多紙級啊！成間鋪都係公仔，勁誇張。呢度就係2樓另一間格仔店。2樓呢度咧都有一間 Mad Max Toys 嘅，樓下1樓都有。鋪頭外面咧都有一個 display 櫃，都係單價比較高嘅卡片。鋪頭入邊有好多唔同款式嘅盲包，喺鋪頭嘅斜對面呢，呢一度都係佢哋嘅。而家出發去3樓，3樓呢度咧都有一間 Moon Road 嘅。呢度係3樓嘅另外一間卡店。Pokemon 全部都係 Pokemon。PSA 10嘅伊貝10元寶啊！14000幾 ，crazy！ 呢度係3樓另一間卡店，大部分都係盲抽形式嘅，連 Clock 都開始喺度賣廣告啦。佢係一個線上抽卡嘅平台啊，但我自己就冇玩過嘅。3樓呢度咧都有一間 Moon Road 嘅。依家 Pokemon 卡咧越嚟越多呢一種盲抽嘅福袋啊！但係隨住呢一啲福袋嘅崛起咧，隨而嚟嘅就係越嚟越多嘅詐騙啦。前排啱先有一單新聞啦，有客人喺旺角人城廣場抽福袋，抽到報警啊！原因就係因為佢抽完之後，發現入面竟然冇大獎，真係好誇張。其實呢啲情況都唔係第一次聽㗎啦。日本嘅話咧，應該會好少少嘅，始終係比較大型嘅公司啦，或者係集團式經營嘅鋪頭。而香港呢一種格仔店咧，好多都只係私人賣家。另外又有搶 Pokemon 卡嘅事件啦，有人喺交收嘅時候喺地鐵站竟然搶走咗價值20萬嘅 Pokemon 卡。
所以奉勸大家，無論買卡又好，抽散包又好，抽福袋都好，盡量揾啲比較有信譽嘅人或者商家去交易啦。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